森林迷霧滿布。某一日，8條神秘書蟲突然喺霧中出現。佢哋有住唔同嘅外貌、性格同興趣。佢哋依稀記得自己之前去過冰窟、深海、太空、精靈嘅世界呢啲地方探險。但係對於自己點解出現喺森林，又係點樣到達森林，佢哋一無所知。小朋友，喺書蟲揾返記憶之前，唔知你哋可唔可以照顧住佢哋先呢？如果你哋照顧得好，書蟲就有機會成功進化，獲得力量攞返啲記憶。多謝你哋啊！而家我就開始教大家點樣照顧呢班書蟲啦。首先，同學可以喺電腦或者平板電腦上面打開瀏覽器，前往 www.i-learner.com.hk， 再輸入使用者名稱同密碼，然後按 Login 登入。每個同學都要負責照顧一隻書蟲，你哋可以用金幣嚟買衫幫佢扮靚，買嘢食餵佢，購買家私裝飾書蟲嘅屋企，仲可以扭蛋抽取神秘寵物嚟陪佢添。此外，大家可以到訪其他同學嘅書蟲天地，同佢哋交換電子禮物，互相鼓勵。咁到底要點樣賺金幣去養書蟲呢？平台每日都設有練習，週1至週4係讀寫聽說練習，週5係遊戲日，週末係額外嘅學習材料，包括影片、新聞等等。只有週1至週5嘅練習得分係會被計算至排行榜。點擊 Start 即可進入每日練習。喺進入週1至週4練習之後，同學可以閱讀同埋聆聽文章。遇到唔明白嘅生字，就可以睇一下 Vocabulary List 生字表，上面列有重點詞彙嘅解釋。同學亦都可以聆聽錄音，並喺下方嘅控制欄暫停播放，或者調整錄音速度。點擊文章入面嘅任意句子，就可以收聽嗰一個句子嘅標準錄音。大家可以跟隨外籍老師嘅示範朗讀文章，練習口語，成為英語小達人。閱讀文章之後，你哋要完成3至5個小練習。每個練習入面都有幾條問題，每答完一題就要撳 Submit 掣提交，系統會引導你去下一題。完成每個練習入面嘅所有題目之後，系統就會再帶你到下一個練習。如果你答錯咗，應該再認真閱讀題目同埋解釋，了解點解會答錯。而 Speaking 同 Writing 嘅練習並唔係強制性㗎，亦都唔會計分。同學請留意，喺開始 Speaking 練習之前，請先確認你設備嘅揚聲器已經開啟，並且允許瀏覽器用咪嚟進行錄音。點擊 Start Exercise 掣就可以開始進行 Speaking 練習。撳畫面下方嘅咪圖示就可以開始錄音。完成之後再撳 Stop 停止錄音，跟住 AI 就會自動開始分析。稍為等5至10秒，就會睇到 AI 嘅詳細分析報告。另外，平台每週4都有 Writing 練習，係唔計分㗎。我哋嘅編輯會每個禮拜檢查同學有冇認真完成練習。大家要記得啊！除咗 Speaking 同埋 Writing 之外，你哋必須完成全部範疇嘅練習，先為之完成一日嘅功課。每完成一個小練習，上方就會顯示一個剔號。你哋可以到 Scorecard 分數卡查看各個學習小任務嘅得分同埋累積嘅金幣數量。
只有完成所有練習先可以查看總分。你亦都可以點擊 Learning Report 查看練習完成記錄，以及打開尚未完成嘅練習。只要你哋堅持每日都完成練習，就可以賺好多嘅金幣去養書蟲啦。喺 Top Readers 排行榜顯示全港同埋全校得分最高嘅用戶，每到午夜更新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喺香港、班級同埋學校入面嘅排名，睇下排前位嘅同學分數係幾多。排行榜根據各用戶喺佢哋訂購期內嘅得分百分比進行排名，以此更加公平咁比較唔同時間開始使用平台嘅用戶。如果喺使用平台嗰時遇到任何問題，可以喺登入頁面點選問好嘅圖示，查看常見問題。如果問題都係冇辦法解決，請將問題 WhatsApp 到93886251，或者發送電子郵件到 student@i-learner.com。我希望你哋可以好好照顧呢班書蟲，幫助佢哋進化，令到佢哋嘅力量更加強大啊！可能到時候佢哋就可以揾返啲記憶啦，拜託你哋啦！